呀，拋空護士夠性感，戰啊美少女迎戰。四個頭，到底邊個先係真啊？定係四個都係堅噶？今日係因為1年1次嘅萬聖節，咁我每年都係扮鬼扮馬嘅，咁我呢次咧亦都係要扮一個四大美人。四大美人我係超君出咗啫。前日天氣凍，仲鼻涕出動添。一年一度，猜大哥通融下啦。夏威姨唔錫身，落足力，用咗5粒鐘搞噶，連同餅碎蛙鬼新娘，實行黑爆你。唔錫身又唔錫身玩，錫身嘅咪唔玩面裝，玩服裝咯。男嘅都好認真噶，要幾驚有幾驚。夜媽媽見到佢，你都咪話唔驚啊！